乐视？对，就是乐视商城，这是我给自己的电商起的名字。哎，那个启照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阿里鹏鹏。你所说的这个乐视，真有这么神奇吗？那当然了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别人做不好的我们做，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做。我们这个乐视商城将建立一个开放闭环式的生态系统。哎，生态你懂吗？啊？果真如你所说，有了这乐视商城，是否就能让我们3天内吃上西域的水果，10天之内收到南方各省的奏章，1天之内喝上北郊的羊奶了？那算什么？只要在我们的乐视商城背后再建立一个快递部门，一切就都完美了。哎，快递的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做飞毛腿快递。啊，疼死我了，九哥，我的手已经不是我的手了。何止是你的手啊，我的手也不是我的手了。你说皇后想起什么来了？这样写下去会把咱们给累死啊！这件事如果办起来还是挺有意义的。鹏鹏果然是个有雄才伟略的女子。唉，罢了罢了，每个成功女人的背后都有我这种苦哈哈的男人。快写吧，不然到明天都写不完这些快递单。今晚务必要把这些货给分发完毕。赵王放心，今晚您就歇着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兄弟们一定帮您完成任务。孺子可教，干活吧。我先眯会儿。干嘛呢？这么快就干完了？赵王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兄弟们都是粗人，都不识字。哼，没文化呀，没文化呀，真可怕！还得本王亲自来动手。放下吧。鹏鹏，哎，我最近听说你那个乐什么商城来着，办得不错。乐视商城。哦，对，就是乐视商城。哎呀，自从有了这个乐视商城，皇后娘娘和后宫的嫔妃之间就再也不吵架、不打架了，是吧？那是因为啊，他们有了心理寄托。鹏鹏，我今天找你来啊，是因为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名师，张三千的《盛夏风光词评》。你那个乐视商城可有卖的？张三千，可是张大千的弟弟。张大千，哀家不曾听说过。皇祖母，这事儿就包在鹏鹏身上，您放心吧。还是鹏鹏最知道孝顺哀家。皇祖母，这就是您要的《盛夏风光词评》。不错。还有什么好货？David，娘娘恕罪，娘娘饶命！这个《盛夏风光词评》就当送给您了，还求您放过奴才。这在我们那个时候可是无价之宝，必须要拿下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只当没看到？娘娘，我愿意做牛做马报答娘娘。这样吧，你把这个David像送给我，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。那玩意儿是西洋过来的，是仿品，在咱们这儿可是禁品呀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啊？我这是在帮你销赃呢。好。娘娘，谢娘娘大恩大德。小事儿，我先撤了啊。哎，娘娘，您的《盛夏风光词评》。娘娘，您到底在找什么呀？您倒是和我说呀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的 David 没了。娘娘，David 是谁啊？ David 是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，
我刚刚从一个太监那儿买的大卫雕塑啊！我当是什么东西呢？这种东西丢了，咱们再买一个不就完了吗？这东西可不能丢，丢了是要被问罪的。那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啊？这个雕塑啊，是个带小丁丁的裸体。小丁丁为何物？就男人的那个。哎呀，那东西在西洋人眼里啊是个艺术品，可放在你们这儿就是个违禁品。要是被别人看见了，别说是私藏的罪名了，搞不好还可能被杀头。哎呀！怎么了？今天飞毛腿来咱们县上宫取价，奴婢就把一个盖着诏布的物件当成圣下风光瓷瓶，寄到太皇太后那儿去了。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东西要是到了太皇太后手里，可是要出大事儿。谁？女神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杨言，快告诉我，刚到的快递放哪儿了？在这边呢。你不会黑吃黑打劫自家的产业吧？还给我！给我！别闹了！哎呀，我寄错东西了，赶快帮我找！姐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拖呀，我不能对不起我九哥呀！揪你个头啊！我。姐姐，这都弄乱了！姐姐，我打出血来了！听说快递在宫中大受好评。是啊，皇上，现在宫中的各个吃住用度都是快递寄来寄去的，就连御膳房的蔬菜都是南菜园用快递寄过去的呢。看来皇后所说的生态系统果然便利。如果朕要寄一个东西，是不是所有经手的人都会知道朕寄了什么？回皇上，快递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保密性强。您只要包好了包裹，写好了去处，那便没有任何人能打开您的包裹。收件的人只需要查看包裹的完整度，就可以给5星好评了。虽然说对这种新的形式有所担心，不过朕也不能固步自封。皇上，有您的急件，请签收。下去吧。是，皇上。皇上。强公公，在。你过来。你给朕写写“小苹果”这3个字。皇上，这是宁海进贡的苹果，太皇太后用快递给您送来的。苹果，又是苹果，扔掉！等我扔了！以后别再让我看见苹果。皇上，奴才来为您洗漱擦身。皇上，您的胸肌最近健壮了许多呀，腹肌也是。哎，人鱼线我看看。皇上，您这样下去得让多少人着迷呀？就连奴才也有点动心呢。朕自己来。强公公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也该知道，朕是不喜欢伤害别人的。但是，从此时此刻起，你还是和朕保持距离为好，就3米的距离吧。皇上，
奴才感觉到皇上这几日对奴才特别不满，是不是奴才做错了什么？还请皇上明示。奴才自小就跟着皇上，如果皇上心情不好，奴才也心疼啊。好了，你不要说了，错不在你，只是这样，对你对朕都好。那奴才继续为您擦身。3米。 1米、2米、3米。